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他抚慰我心，他怀抱我里，刺不透的不求回报的爱情，爱到为我降生，爱到为我受死，爱到体恤我一切软弱。他柔声呼唤，他耐心守候，永不停息，无怨无悔的爱情。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好，他却听我每个祈祷。活在宁静清晨，活在伤心夜里，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配，他还爱我如同珍宝。此情山高海深，主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爱到为我降生，爱到为我受死，爱到体恤我一切软弱。他柔声呼唤，他耐心守候，永不停息，无怨无悔的爱情。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好，他却听我每个祈祷。活在宁静清晨，活在伤心夜里，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配，他还爱我如同珍宝。此情山高海深，主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主你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好，你却听我每个祈祷。活在宁静清晨，活在伤心夜里，你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配，你还爱我如同珍宝。此情山高海深，主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此情山高海深，主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对我们真好。我们虽然不配，但是你爱我们如同珍宝。主啊，谢谢你，因为你常常听我们的祷告。虽然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圣灵也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阿们。主，我们谢谢你，在这早晨让我们能够与你亲近。主啊，让我们从早晨到夜晚都能够与你有亲密的连结。主啊，愿你今天早上借着你的话语对我们的心说话。
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把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延续昨天从7月开始，我们研经读每日研经释义的主题是操练勇气。那我们今天要读以斯帖记第2章5到20节，我们都换到圣经，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来，书珊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末底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每的孙子，雅尔的儿子。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末底改也在其内。末底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末底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王的懿旨传出，就召集许多女子到书珊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交付西该。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和他所当得的份，又派所得的7个宫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末底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末底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12个月，6个月用没药油，6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水鲁王。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他所要的都必给他。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第2院，交给掌管徽兵的太监沙甲。除非王喜爱他，再提名召他，就不再进去见王。末底改叔叔亚比该的女儿，就是末底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亚哈水鲁王第7年10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皇冠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实提。王因以斯帖的缘故，给众首领和臣仆设摆大宴席，又豁免各省的租税，并照王的后裔大潘赏赐。第2次召集处女的时候，末底改坐在朝门。以斯帖照着末底改所嘱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末底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感谢主，我们今天进入到第2章，我们的主题是脱颖而出的少女，当然就是在讲以斯帖。那我们读了以斯帖这一本历史的传记，其实这本书在研究圣经的都有很多的对这一卷书提出一些他们的看法。因为这本书某方面在整个正典当中有一点点的争议，就是这本书
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耶和华上帝的字眼，好像上帝就在这本书好像就不见了所以大家觉得这一本书在正典上应该是它的地位，很多人都会质疑的但是其实我们若是从整卷书的内容我们好好去看的话，其实上帝并没有消失，反而是在这样的一个被掳的地方在世人的眼前好像隐藏了。但是我们若是随着经文一直走的话，我们会看见他不是一个沉默的神，而且我们会看见一个真的令人不可思议他拥有主权，他满有怜悯和信实的神。所以今天我们就从第2章看到这里面就是提到关于这个末底改。末底改这本书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是以斯帖的亲人因为末底改的叔叔有了这个女儿，原来这个女儿我们刚才在读的圣经里面有讲到他的叔叔这个女儿叫做哈大沙当然后来就改名以斯帖以斯帖那这个末底改他是谁？他就是因为受掳的百姓当中有好几回归回的但是末底改他是被掳到那个地方的，但是他没有跟着第一批或是第2批第3批回到自己的故乡，反而他在整个波斯国当中在他的侍奉上他有另外一个世界上的舞台。所以或许我们讲说我们没有一个委身的舞台，可能就容易迷失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今天的记载或是整本以斯帖咱会看到这个末底改虽然他没倒回去自己故乡他可能没委身在应该委身的舞台，不过在这个世界他永远会当为上帝来做真好的见证。他在这个波斯帝国里面他知影这个亚哈随鲁王因为废掉前的这个王后瓦实提所以他需要一个新的王后他在招这个王后这也是一个机会他拄好会当抓住这个机会当然咱得到机会有时也是会拄到危机咱有时拄到一个危机，那其实也是可能咱一个机会。所以咱要知影讲，在咱人生中间咱唔能讲迄个机会来了惊讲可能这是危险惊讲我还未去准备好势，有时你一个机会过去，伊就袂去倒转来。所以今日咱读这段经文，咱会当发现真侪咱爱学习的教示这个亚哈随鲁王通讲是当时是上界有权势的人，那用咱即马来讲，就是伊那甲这个拜登美国总统哇对世界真有影响力，还是讲这个中国的这个习近平当然国家大，伊的影响力也足大。你也读圣经讲，伊的国境对埃及到印度，对埃及到印度，所以迄个国家是统治有够快，伊的国威是非常的强盛伊的国家非常的丰富，所以这个亚哈随鲁王难免伊伫这个位总是伊会来炫耀伊这个国王的威严所以圣经讲伊安尼请这个首领啦，这个神僕啦，安尼连续7天
吼，佮展示伊的国威吼180天吼。咱人吼，若有时感觉咱是真有关系，这其实也是一个试探，嘛是一个危险，嘛是一个危险。所以这个瑞女王吼，伊安尼甲大家啉酒，啉足快乐吼，要夸耀伊的国家的强盛，伊的财富吼，伊嘛要夸耀伊的这个王后活实体吼是偌水吼，所以因为安尼代志就来吼。我最近吼看一个片，内面吼，这个人咧讲到伫古巴带20档吼，伊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吼的得主吼海明威，海明威。一生哦，活出60岁，伫古巴带20岁，等于美国哦，可能袂下过冬就自杀啦。不过伊留了真侪真有意思的话吼。伊讲吼，人有时哦，清醒的时哦，做迄个酒醉的代志；毋过嘛，有个人哦，是伫酒醉的时哦，搁做清醒的代志。毋过咱若看见这个王子吼。因为酒醉的时吼，啉酒啉伤济，所以心中伤欢喜吼。到尾就是哪来吼，哪骄傲起来吼，哪想要夸耀，结果吼，伊拄着艰苦吼。所以这个海明威嘛讲吼，金钱、酒色、权力会害死人，但是若无金钱、酒色、权力吼，人有时嘛会害死，会互害死。所以咱人。有时有需要这个物件，毋过这个物件，你若是去互绑掉，有时你就是去互害死。这个瑞女王就是该含到这款的家己恶的迄个陷阱内底吼。伊袂想到讲伊的这个王后我一提吼，伊所要做的竟然伊不买单啦。伊无要照伊安尼啦，伊嘛有伊家己的伊的尊严，有家己伊的权利所以太监传这个王的命令叫伊要来表示伊的水，要互大家看，伊都袂爱。所以因为安尼王当然嘛是感觉无民主。世间有时就是你爱一个民主，你就失去物件所以这个王虽然咱也读圣经后来感觉有点后悔毋过后悔拢袂赴伊这个王后失去后来当然就是这个故事的铺排，这个就是以斯帖的正做王后进入伫波斯帝国的舞台这款的一个迄个背景。这个以斯帖因为自细汉无爸母互这个末底改甲收这查某囝甲饲大汉。有真好的教育，有好品格，有真水的迄个容貌，所以当要选王后的时，伊就去到迄个所在，伊表现甲人拢无共款，伊也袂计较，真顺服，嘛真朴素，袂讲别人要安怎，应该伊是有权利的，毋过伊拢无要求。这就是伊的，毋那干那伊的容貌水。其实就是伊的品格好，所以去互这个王介意着，大人嘛拢介意，所以就设立伊做王后来代替这个活实体。也因为这个以斯帖互末底改做查某囝，会当入去王宫，会当正做王后，所以到需要的时，伊的。这个永伯是承用伊的温情，但是后来伊救了伊的永伯，那救了伊的永伯，当然后来救了整个的民族。这个以斯帖，虽然伊的名阮讲的，一般来讲，自细汉是真坎坷，总是上帝嘛透过伊有好的造物，透过拄着末底改，过来将来过会当进入到伫。当时的这个波斯帝国来正做王后这个以斯帖是照这个圣经这个记载实在伊嘛是无辜负伊的永伯这个末底改对伊的请用，伊毋但会当救伊的永伯
佫会当真正救了整个的民族。所以，咱有时若对这个艺术帖，咱来看吼，有人讲命是天生的，有人都含迄个金汤匙吼出世的吼，这都大家人无共款。不过有的人吼，就是出世吼真善车，也出世真艰苦，出世吼就父母无伫的伊就迄个命运足坎坷的，但是嘛是有真侪人伊。虽然头前出世无好，不过透过伊的认真、伊的拍拼、伊的努力，后来伊成做一个真成功的人。所以，一个成功的人，不是因为伊的命好还是歹，是伊会当去面对伊所拄到即款的处境，伊会当勇敢去面对，伊会当好好去面对，佮伊会当把任何的机会，互伊会当真正。行往成功的路这个中国有一个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办人，这个马云这个人是真出名伊伫2008年去非洲去考察去迄个南非的金山大学来发表演讲伊伫遐演讲上要紧的，就是要讲到伊家己。伊讲伊做一个企业家，企业家毋是讲一切人拢准备好势开始要做。有人讲机会是为着备办好的人，但是伊拄要讲，迄个机会是为着迄也未备办好的人。你备办要好要做，就已想慢去机会已经失去所以伊有一句名言讲只是毋做，要等待当时此时不做，更待何时？此时不做，更待何时 ？If not now, when？ 不是今晚，不是当时，所以伊要甲咱讲的是讲，咱迄个有机会的时阵不是你当拢准备好你要有勇气。艺术帖也好，目底界也好，因面对这就是要有一个机会，但是要有一个勇气，敢去试看卖，大胆去试，大胆去行动的人伊去做了。有时机会就哪来哪济，伊的成功的机会哪来哪济，会再去参加一个迄个毋是拜三早起参加一个迄个牧者的聚会听即个出名的领导大师John Maxwell伊咧讲，咱人要安怎会当成做一个领袖，会当带领你所带领的人的团队进入成功。伊讲大概迄个行动的流程，就是讲你爱尝试你试看卖你敢试，这是足够紧的。迄个去试的勇气，这足够紧。试了有可能失败，失败不要紧你就学习，你变来改进。你改进了，你就会当搁重新过来。你就爱去试，你会拄到失败。失败不要紧，我就好好学习。我学习了，我就会改进。后来我会重新过来，有一遍我就是会成功。这就是咱透过这个目底界伫波斯帝国，还是伊所收养的查某囝艺术帖。虽然国家拄着一款命运，虽然因到这个所在，虽然因实在是环境比人较歹。机会比人较少，总是伊会当抓住机会，勇敢来抓住迄个机会，所以因会当得到成功。所以咱透过今日的这个圣经互咱会当知影，咱就是爱毋通干那讲要靠家己条件偌好，毋通要你有偌好的背景，你有甚物款的机会，其实。你机会是对迄个敢去把握的人，有时机会来，你无把握嘛是无去。咱看见这个目底界，伊若无甲伊的这个查某囝艺术帖，甲送入王宫虽然伊会拄到危险伊送入王宫咧嘛烦恼咱伫圣经内面写讲伊安尼常常去这个迄
迄个送入的迄个女婴的所在吼，外口踮咧安尼热闹说，伫现在行来行去吼，到底我的查某囝嘛有平安无？伊嘛是烦恼呢，吼。伊有即款的应该拄着的即款的烦恼，还是讲对即款的付出即款的代价，但是你得爱敢去做。伊若无互即个无即个艺术店吼进入王宫吼，伊当然能够即个艺术店个过落去，伊嘛袂去拄着迄个合班吼要来甲伊陷害，要来甲伊抬即款的要灭族的即款的财吼，伊嘛袂去互即个可能。大家话目孔赤，感觉讲好啊！这王咧用这个目底界，所以因着眼中钉，就会要甲陷害，就会去甲骑吼。当然，这个黑暗就是上界严重吼，要来陷害因的，要来甲因灭无的吼。所以，咱就看讲，有时好像伊。伫即个世俗中间来到即个世界吼，无转去故乡，可能就沉沦伫即个所在。但是感谢上帝，虽然伊有拄着危机，有拄着困境，毋过伊心中有上帝。虽然伫遮无讲出来，嘛无互伊的收养的查某囝艺术店讲出伊的背景来，但是伊所信的上帝，伊知影的确。伫伊尽头的时，伊无路的时，那圣经讲哦，咱若拄着试探吼，咱有时家己担袂起，咱家己无法通行落去的时，上帝袂将过头重的担摕伫咱肩头顶，伊会甲咱开一条迄个脱罪的路。所以上界要紧的，就是咱是毋是真正会晓倚靠上帝？咱毋是干那靠家己，伫咱人生的中间，咱。上要紧爱互上帝有空间，会当进入伫咱的危机内底，进入伫咱的困境内底。我相信，咱的确要敬畏上帝。这就是咱今日看到这个艺术帖伫这个时代伊诚做一个上帝所用的器具，会当来见证上帝甲伊三甲比例，甲伊的民族三甲比例。兄弟姊妹，咱。要搁了解目底界艺术帖甲伊的民族的苗文，咱就爱搁继续读落去吼。咱今日分享到这咱要做伙来祈祷，咱来吟一首的诗歌，荣耀的呼调。我弟兄姐妹一起向主来说。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对主说，将自己献上。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见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我愿跟随你。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再次说，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主，
我愿意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是的，各位弟兄姊妹，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呼召，无论是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职场当中，甚至是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社区，无论在哪里，神都呼召我们要成为他的器皿。阿们。末底改他不像尼西米，不像以斯拉，不像所罗巴伯，但是他在波斯帝国当中，在那个地方有他的百姓，他仍然能够成为神使用的器皿，因为他能够回应神的呼召。所以今天我们好不好为自己祷告，说主，我是你所拣选的，你呼召我一定是要做什么，你呼召我要做什么，我一定有一个使命，我能够把握你给我任何的机会，让我不是我认为我已经什么都预备好了我现在有钱了，我现在退休了，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样的后顾之忧了。各位弟兄姊妹，不是这样。每一天我们应该向他求，主啊，谢谢你拣选我，我知道你对我呼召，我知道靠着我不能，但是在我里面的比世界更大。基督在我里面，就好像使徒保罗说，有莫大的能力在我这个瓦器。我是很普通的，但是当神使用我，与我同在的时候，我能够真的来彰显他的荣耀。好不好？你能够为自己祷告，在这早晨为自己，神对你的呼召，神对你的托付，我到底要怎么样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个像末底改，有一个像以斯帖，有一个荣耀的呼召。我们开口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早上让我们借着末底改、以斯帖的故事，主啊，让我们在以斯帖记当中，真的是让我们知道，神一切不是偶然，乃是神你有你的拣选，有神你的呼召。主啊，每个人的呼召虽然不一样，但是都是荣耀的呼召。当我们愿意去回应，神你已经预备要拣选我们。当我们能够回应的时候，主啊，你就必定要使用我们。当你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呼召有时候要付上代价，但是主，你必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拣选我们的，你的呼召就是永永远远的。主啊，让我们对这个呼召的回应是没有后悔的。主啊，让我们愿意成为被呼召的人，成为有使命的人。在这个时代，主啊，无论是我在家庭当中，我在教会当中，我在职场上，主啊，无论哪个岗位，让我成为一个有呼召、有使命的人，能够被你使用，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感谢你，赞美你。各位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有呼召我们的神他一定在预备我们，只是我们有没有愿意去回应。感谢主盼望我们纵然我们在这个疫情的危机当中，我们也能够成为他的器皿，我也能够被他使用。好不好？我们真的为我们台湾在这一波疫情当中很严厉这整个世界我们看到这波疫情没有结束，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或许正是我们转向神的时候，正是我们转向神的时候。好像末底改跟以斯帖，今天我们读了，他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危机。为什么这个危机会一波一波的来？但是当他们能够依靠神，能够寻求神，
神介入这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神的手在我们当中改变。其实我们在台湾，我们现在大家很大的努力，要怎么样去防疫真的是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们要怎么样有疫苗，大家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就是祷告。我们真的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整个世界，可能我们已经偏离了神，我们没有把神当作神，没有把神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以至于靠着人，我们就陷入仇敌的这个网络当中，好不好？我们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为了这块土地，我们也不是医务人员，我们也不是指挥中心的人，可能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向神求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让我这块土地再一次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接近我们，做人的心能够转向神，能够知道不是要靠疫苗而已，乃是要靠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我们为我们国家能够脱离这样的困境，我们开口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以色列记当中，主啊，这是一个他们民族遇到的危机。主啊，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遇到这个疫情极大的威胁。主啊，不仅是有阿尔法病毒，有德尔塔病毒，主啊，这病毒不断的在变，而且越变越厉害。主啊，危险越来越大，主啊，人心越来越恐慌。但是主，当我们找不到路，我们不是只是靠疫苗，我们不只是靠任何的防护，而是主，你都怜悯我们，主啊，只要你要让这个瘟疫止住，主啊，你什么都能，所以我们要向你承认说，主，你是我们的主，唯有你是我们的主，主啊，让我们不把这世界很多的这些东西当成我们的首要。当我们能够转向你的时候，我们寻求你的时候，主，我相信你的救恩要临到，好像你临到犹大的百姓一样。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台湾各地的教会，虽然疫情不能实体聚会，但是我们有更多线上的聚集，有线上的祷告。主啊，帮助我们教会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在线上有这样的一个 RPG， 大家一起祷告，不仅为我们教会祷告，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为世界祷告。主啊，盼望我们的祷告能够得着神你的怜悯，能够让这个疫情能够得到控制，让整个世界能够远离这样的一个痛苦。主啊，我们求你施恩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一起说，我愿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献上荣耀，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主，我愿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主，阮感谢你，互阮搁一遍把家己献做者，互阮会当成做你所使用的器具。主啊，互阮伫这个时代会当做你所使用的器具。主啊，阮会当活出迄个荣耀的呼召。主啊，无论阮伫家庭，阮伫教会，阮伫阮的职场，伫阮所会当到的所在，阮拢会当互你使用。主啊，愿你使用阮，互阮会当实实在在将家己搁一遍献予主。主啊，感谢你，求你保守阮伫你内面，
保守互阮伫即疫情中间有你的保护，有你的同在，有你的带领。我将所有的兄弟姊妹也搁一遍交托伫主的手中，求主帮助，互兄弟姊妹虽然伫疫情的中间，甲主的关系拢会当保持，会当有敬拜的生活，有祈祷的生活，嘛会当有传福音、服侍主的生活，会当为主做好的见证。求你保守阮，互阮会当切实彼此相听，互阮会当更较同心、更较合一，共同来完成主你交代阮的使命。主，阮感谢你，求你保守阮今日出甲入，互阮伫什么所在，拢会当经历你，拢有你的同在，拢有你的荣耀彰显。阮感谢你，学了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感谢主，兄弟姊妹，上帝祝福你一天的生活拢充满伊的恩典。咱明仔早起，才搁三甲伫主的面前来敬拜伊，平安。